親愛嘅天父，我哋以申命記17章嘅經文嚟到你嘅面前默想祈禱，求聖靈開啟我哋心靈裏邊嘅眼睛，使我哋能夠明白並且能夠遵行當中嘅道理。嚟到申命記嘅17章呢度延續咗摩西去講關於進迦南地要得地為業嘅時候，佢哋有幾個嘅主題。第17章呢度係開始一個新嘅主題，就係話將來要有王權嘅出現呢個嘅主題。然之後18章呢，就係講到將來有一個最大嘅先知出現呢一個嘅主題。不過嚟到第17章呢，有一件比較特別嘅情況，就係喺17章去到第25章呢度係多次嘅嚟到係去重複一句嘅說話，就係話你哋要將嗰個惡呢從你哋當中去除掉。咁其實呢句說話呢並唔係新嘅，因為喺13章嘅時候曾經出現過，喺申命記13章5節嗰度話，將來可能會有做夢嘅人或者話係假先知，佢哋會呢係引誘以色列人去拜偶像，去敬拜別神嘅。當有呢啲事情出現嘅時候，佢哋就要將呢啲假先知同埋做夢嘅人去處死。咁呢，你就把惡從你們中間除掉。咁然之後呢個把惡從你們中間除掉呢個嘅說話呢，係一路喺跟住落嚟呢係重複咗10次嘅。嚟到第17章呢度亦都開始再重複有呢句嘅說話出現。喺17章7節嗰度話，證人要先動手，然後眾百姓也動手把他處死，這樣你就把惡從你中間除掉。原來呢度係17章3節嗰度話，係有啲人呢去引誘人去侍奉別神，敬拜他們，你哋要將呢啲人嚟到係去處死，去除掉。呢個係重提翻喺申命記13章5節嗰度，嗰啲做夢嘅人同埋假先知所作嘅。其實呢度係重複翻呢件必須要被處死嘅罪行。然之後去到申命記17章12節嗰度係講到呢，有啲涉及流血、訴訟或者係毆打嘅事件嘅時候，咁呢就係透過祭司或者審判官嚟到判定咗一啲嘅案例。有啲人係擅自行事而唔肯去遵行呢啲嘅判決。其實呢啲嘅判決大部分都係從神而嚟嘅，因為祭司會有烏靈土明喺神嘅面前去求問，佢哋嘅判決其實係代表咗神嘅判決。但係呢啲人呢，卻係去擅自行事，唔肯遵守呢啲嘅判決。咁同樣呢啲不聽從嘅人，亦都係需要被處死，就能夠將呢個惡從以色列中除掉。咁喺跟住落去嘅申命記19至24章裏邊呢，你就把惡從你中間除掉呢個嘅說話係重複咗8次。咁我哋可以知道，其實一路講落去呢，摩西係刻意係用一啲嘅事例，希望呢將一啲神所厭惡嘅事情、神所憎惡嘅事情嚟到提出嚟，使以色列人能夠有一個舉一反三嘅效果。佢哋知道邊啲事情係神所厭惡、神所憎惡嘅。咁其實喺呢度17章嘅1節裏邊，一開始開宗明義，亦都講咗一件嘅事情係神所厭惡嘅，就係話嗰啲有殘疾同埋有惡疾嘅牛羊，你係唔可以獻俾耶和華嘅，因為有啲人呢，佢可能係走精面，嗰啲牛羊係佢自己所厭惡嘅，係佢自己所唔希望攞嚟食用嘅，咁就攞呢啲牛羊去獻上燔祭俾耶和華，似乎係有一種一舉兩得嘅效果。其實呢度明顯個內心狀態就係藐視神嘅一種嘅行為，其實係大大嘅得罪神嘅。所以摩西喺呢度17章1節就係去引申咗出嚟，有啲事情係神所厭惡嘅。咁跟住17章去到25章一路講落去，係總共有10個嘅事情係神所厭惡嘅，你哋都係要去嚴嚴嘅嚟到係去離棄，甚至要將呢啲嘅人呢，犯呢啲事嘅人嚟到除掉，先至能夠將呢啲惡從你哋嘅地上去除掉嘅。咁呢度其實係去凸顯咗你哋進迦南之後，你哋要得地為業，你哋真係要係達到一個必須嘅狀態。除咗喺你哋生命嘅靈命嘅狀態啦，你哋嘅聖潔、你哋嘅公義同埋敬虔各方面都係能夠達到一定嘅條件之外，喺你哋嘅外顯嘅行為上邊，你哋去守節期啦，你哋需要有敬虔嘅表現等等呢啲嘅情況啦。另外就係喺土地嗰個實質嘅情況，都可能會有一啲不理想嘅狀態係神所憎厭嘅。如果你哋刻意喺上邊去犯罪，譬如你哋興建咗亞舍拉，你哋喺敬拜神嘅事情上邊加入咗祭偶像嘅元素，又或者話你哋喺啲不公義、不公平嘅對待別人嘅事情上邊去污穢咗呢度嘅土地，又或者係濫殺無辜，令到流人血嘅罪去污穢咗呢度嘅土地。所有呢啲嘅污穢，所有呢啲嘅不理想狀態，都係會令呢個土地係唔能夠
蒙福，神嘅福氣係唔能夠降臨喺呢度嘅。咁去到呢個地步呢，你哋就唔能夠承受呢個地上邊神所應許你哋嘅福樂。咁你哋呢，其實就唔能夠真真正正嘅得此地為業啦。雖然你哋係進咗迦南，但係你哋並冇係得到此地為業嘅。所以喺呢度呢，摩西係開始係講一啲佢哋係需要除去嘅神所厭惡嘅情況。喺17章至到25章裏邊就舉咗好多呢啲嘅事例。但係17章同埋18章呢，有另外兩個特別嘅主題嘅。17章係提到將來有一件嘅事情係預言到將來係需要去立王嘅，而呢個立王呢，其實係同我哋嘅彌賽亞主耶穌基督佢將來要作王係有關嘅。所以喺呢度申命記嘅17章14至20節裏邊係特別提到一個立王嘅指示，就係將來你哋發覺呢係有需要去立王。特別呢度提到有啲人係唔遵守祭司嘅判決或者啲審判官嘅判決，個原因係佢哋嘅權力唔夠大啊。咁你哋就可能需要去揾一個更大權力嘅人物出現。可能你哋就話我哋要好似其他嘅國家咁樣，要有王去管理我哋，佢有足夠嘅權力嚟到去為我哋去治理呢個國家。咁喺呢度17章嘅14至20節就講到呢個立王呢，呢個王係需要有啲條件或者特徵嘅。咁呢個嘅王呢，必須要係以色列人，佢係弟兄當中嘅人，係唔可以係外邦人。另外呢，佢係唔可以為自己加添馬匹，亦都唔可以為自己多立妃嬪，亦都唔可以為自己去積蓄錢財嘅。咁佢一生呢，都係需要去誦讀神嘅說話，佢要去抄一本聖經作為自己嘅使用，一生嘅年日呢，每日都要去誦讀神嘅說話。正如喺17章19節嗰度話，存在他那裏要平生誦讀，好學習敬畏耶和華他的神，謹守遵行這律法書上的一切言語和這些律例。喺歷世歷代以嚟，以色列嘅君王係冇一個可以做到呢度嘅要求，因為佢哋總係有一啲嘅地方係犯咗神嘅律例，係冇辦法做到完全嘅。甚至連嗰位話最合神心意嘅王大衛王呢，佢都冇辦法達到呢個標準啊，因為佢都係立好多嘅妃嬪，佢都係去有好多嘅馬匹，佢甚至自己最後係犯咗好嚴重嘅罪行添。其實呢度呢，呢個王呢係直指到耶穌基督，佢作為彌賽亞，佢一生嘅日子當中，佢真係謹守遵行呢個律法書上邊一切嘅言語同埋呢啲律例，並且佢話呢，佢嚟係要成全呢個律法，並唔係要廢掉呢個律法嘅。咁其實呢度嘅王呢，係直指到主耶穌基督呢位彌賽亞嘅預言嚟嘅，因為唯有主耶穌佢嚟到作王嘅時候，先能夠實踐晒呢度嘅所有要求嘅。主耶穌佢嚟到世上嘅時候，佢係心裏柔和謙卑。喺馬太福音11章29節嗰度，主耶穌佢話佢自己心裏柔和謙卑嘅。所以呢，其實主耶穌呢，佢就係一個咁樣嘅王，佢係冇為自己去增添馬匹嘅，亦都冇為自己去立妃嬪，佢亦都一生當中冇積蓄任何嘅金銀嘅，並且佢一生嘅當中佢係講好多嘅神嘅說話，並且佢一生嘅當中佢係周遊各地嚟到係去講神嘅說話，去解釋聖經。佢真係每日咧都嚟到係去誦讀神嘅說話，嚟到係將神嘅說話嚟到去演繹出嚟。所以主耶穌佢作為彌賽亞，作為猶太人嘅王呢個身份，佢實在係真係履行晒呢度所要求嘅所有條件嘅。當然啦，我哋知道主耶穌將來係會再來嘅，佢再來嘅時候會同我哋一齊去作王嘅。因為喺啟示錄20章6節嗰度話，在頭一次復活有份的有福了，聖潔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但他們要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也要與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咁我哋將來係會與基督一同作王，亦都有同樣係有主耶穌基督作祭司嘅身份嘅。咁喺彼得前書2章9節同樣都有呢個意思。佢話，不過你們是被揀選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喺提摩太後書嘅2章12節同樣都話，我們若忍耐到底，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們若不認他，他也必不認我們。咁喺啟示錄嘅3章21節亦都講到好明白。佢話咧，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般。咁所以咧，我哋作為信徒，我哋已經重生得救，我哋喺教會裏邊生活嘅基督徒，我哋係等待緊主耶穌基督佢再來嘅時候，要同我哋一同去作王嘅。咁我哋今日喺世上嘅生活，
其實我哋都要效法主耶穌基督，正如佢喺馬太福音11章29節嗰度講：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喺30節嗰度佢話：因為我的軛是容易負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咁喺呢度主耶穌係教導我哋，縱然我哋將來真係要同佢一樣係要作王嘅，喺主耶穌翻嚟嘅時候，可以同佢一齊喺寶座上邊作神嘅祭司同埋作王。但係我哋今日嘅行事為人就應該好似摩西喺呢度嘅17章14至20節裏邊所講，我哋係需要柔和謙卑啊！我哋亦都唔可以為到自己嘅享樂，又或者為咗滿足我哋嘅自我，而喺世界上邊同埋肉體上邊嘅各種慾望同埋各種嘅享受嚟到係去滿足自己。我哋應該好似主耶穌基督一樣，我哋係要以神嘅心為心，我哋要先求神嘅國同埋神嘅義，然之後喺我哋生活嘅各方面，我哋所需用嘅神都必然會賜俾我哋。我哋先求神嘅國和神嘅義，願意我哋都係咁樣實踐出嚟。我哋真係喺生活嘅當中，我哋享受神所賜俾我哋嘅一切豐足。我哋係需要以一個感恩嘅心嚟到回應神對我哋嘅愛，我哋亦都需要以一個感恩嘅心，以致我哋曉得點樣嚟到係去善待我哋身邊嘅人，令到別人與我哋一同得着呢個福音俾我哋永恆嘅福樂。默想祈禱，奉我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阿門。